哇！食炒都要入手，竟然用炒價入咗對大貨任買嘅波鞋，好似全世界得我一個會炒價買 Voodoo 咁喎，發爛渣都冇用㗎。布斯，你搞咩啊？兩個原因，早年我有機會原價入手對 Voodoo 1.0嘅，但係當時我有一刻猶豫啊，錯失咗良機啊。曾經有一份至真嘅愛情擺喺我面前，我冇珍惜，到冇咗嘅時候，先至後悔莫及。另一個原因就係早排臨上機之前去排隊買 New Balance 聯成 Dubtaps 嘅2010啊，結果年初四咁樣。咩話？年初四咁嘅樣？網購輸咗俾 BOT， 現場就輸咗俾排隊黨啊！連番失落嘅我就趁未推出嘅時候，預先食炒價買入，以免再錯失良機啊！點知最後發現大貨，仲出現倒閉嘅情況，仲要勁耐先至到貨咯！真係潮州河電法，即刻同大家開箱 Voodoo Alternate。睇片嘅同時，請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啦，俾啲支持鼓勵我啊！我會好感激大家噶，多謝！歡迎嚟到蝙蝠俠的異想世界啊！我係布斯啊！呢款波鞋嘅靈感呢係嚟自路易斯安那州嘅巫毒文化噶，設計充滿神秘感同埋手工感噶。呢款鞋呢就今年推出嘅，本身就11月嘅，而家就褪咗去10月尾啊！係原版 Voodoo 嘅藍色變奏版嚟㗎，顏色方面呢，就以深藍色、紫色為基調，配合咗霓虹綠做點綴，驟眼睇以為會夜光㗎，但係事實令人失望啊，係冇我最中意嘅夜光㗎。不過就有好多深淺唔同層次嘅顏色做配搭㗎，整體呢就充滿神秘感，唔似1.0，淨係得啡色、綠色、大地色系。感覺更加配合萬聖節主題啊！話晒都係 Halloween 前夕推出啊嘛。呢個鞋款呢就係 AJ1 Low OG 嚟嘅，鞋面呢就用咗藍色麂皮做基底，配合咗藍色、紫色嘅粗布物料，充滿咗手工玩味啊！兩隻鞋左右顏色物料配搭都唔一致噶，簡直係玩味十足啊！鞋身呢兩邊呢都有啲外露嘅交叉縫線嘅，鞋身前面呢啲外側位呢又有好細嘅倒鈎喺度喎，個 ankle 位呢就有無毒娃娃嘅刺繡圖案，兩隻都唔同噶。鞋踭位呢就有倒轉嘅 Wings logo， 裏面呢分別就有 Voodoo 同埋賽安嘅圖案，配合咗麻繩嘅鞋帶，充滿咗鄉村部落嘅手工感啊！仲有3對鞋帶俾你更換㗎，分別係灰色啊、黑色啊同埋霓虹綠色嘅，襯返佢對鞋身啊。零售價呢，外國就165啊，香港呢就1199，而我嘅炒價呢就……你問我點睇呢對鞋呢？如果你有1.0嘅呢，係唔需要專登買2.0㗎。1.0嘅大地色系呢，比2.0嘅呢個紫藍色呢更加鮮明出眾。你以為你匿喺度就揾你唔到嗎？冇用㗎，你啲咁出色嘅男人，無論喺邊度，就好似叉中嘅螢火蟲一樣，咁鮮明、咁出眾。如果你係中意啲貨量少啊，極度介意同普羅大眾撞鞋嘅呢，都係揀返1.0啦，至少唔係倒閉款啦。假如大家係對紫藍色係有偏好嘅呢，絕對適合入手㗎。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對萬聖節啊，或者係 AJ 啊、骷髏骨頭係情有獨鍾嘅呢，呢款鞋一定要喺你鞋櫃出現啊！萬聖節點可以買一對鞋咁少㗎？嚟緊我會繼續介紹萬聖節嘅新舊款波鞋，有興趣嘅請繼續支持我啊！如果冇興趣嘅呢，大家可以繼續返去洗你哋嘅底褲㗎。